神經纖維瘤會變癌症，40歲嘅正國成面生滿腫瘤，多年嚟受盡歧視。我試過一次搭小巴，有個女士上嚟，一望到個樣咧就話：哇！你生到咁醜樣就唔好出街嚇人啦。咁又試過喺快餐店買外賣，咁我俾錢嘅時候咧，佢就將我放低喺台面，就算佢用乜間尺咧，就將我俾嗰啲錢咧掃落去個櫃桶裏面咯，即係好似驚我啲錢都會傳染到佢咁樣。18歲嘅小雨雖然冇生瘤，但身體就有一塊塊啡斑。由小學開始到中學都會有俾人恰嘅，都係話你斑點狗啊，一笪笪啊，甚至覺得我係有愛滋，即係我試過俾人用鞋掉都試過。其實小雨同正國患嘅係神經纖維瘤症，由於第17對染色體基因變異，引致神經纖維細胞不正常咁增生，形成咗腫瘤。人體佈滿咗神經，所以腫瘤可以無所不在，甚至生喺個腦同埋內臟，嚴重嘅可能轉化成癌症。小雨嘅病情輕微啲，但正國就做過3次手術，切除過大嘅腫瘤。不過，自從醫管局收緊咗開支之後，醫院就唔肯再幫佢哋做手術。協助佢哋團體估計，全港有2000個神經纖維瘤症嘅患者，佢哋因為外表都揾唔到嘢做，希望政府協助同加強公眾教育。